中国伫台海发动联合战备警巡，咱国防部侦测到27架战机甲无人机，其中下过中线18架。台海情势紧张，外国媒体《金融时报》报讲，中国已经有能力雄雄拍台湾啦。伫咧香港的《南华早报》甚至讲，这上好的时机是风台来进前的上半日。 台海情势紧张，国防部27发布侦测到中国歼10空警58等各型主涵虎的战机和无人机，计共27架次出海，其中18架次超过中线甲伊的沿长线，进入咱北部、中部、东部甲西南空域，配合中国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。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，严密掌握，并检派任务机、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，适切应处。 国防部也掌握到中国29要发射运载火箭，按算会经过咱国的 ADIZ。面对中国加大侵扰台湾的力头，外媒《金融时报》引述台美消息，讲解放军有由兵转战的能力，会当随时对台湾发动突袭。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的时候，他也是借口动员10几万人，然后进行演习。但是演习结束以后，他并没有撤离，反而是对乌克兰发起行动。 它其实是类似的这个思维跟逻辑的，对任何的大规模行动，我想，不论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台湾，都应该加以密切的监视。另外，香港《南华早报》报道讲，解放军若攻击台湾30到40大关键基础设施，台湾本岛就袂当正常运作，安尼就会当免战就赢。而且上好的侵犯台湾时机是伫风台来进前的热人工作日下晡。 不过，学者质疑讲，中国选伫风台天登陆是非常困难，研判中国利用飞弹破坏咱关键基础设施，要假做是风灾来打击民心甲士气。我们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维护，不管是资安、网络攻击或者实体的安全，我们都必须提升，也正在进行当中。总统大清朝27接见欧洲议会议员访台团，致辞感谢欧洲议会为台湾发声，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，并且讲。 台湾是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。欧洲议会除了谴责中国持续对台湾采取军事挑衅行动，更强调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，呼吁欧盟以及会员国持续与台湾密切合作。 And that's why I think it'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 and also show China and Russia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. Because it's a part of the defense that we actually stick together. 欧洲议会议员丁和瑞甲博斯纳拢强调，台湾甲欧洲的处境相像，民主国家爱团结，才会当保卫民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